Hello，大家好。Hello，大家好。好啦，咁今日咧，木 Sir 又打算同大家講下啲中國歷史。咁啊，今個禮拜咧，啱啱咧就有一位我哋嘅前總理咧就過身，咁就係朱鎔基總理。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會打算講講朱鎔基總理嘅生平啦。咁其實朱鎔基總理咧，我記得喺我細個嘅時候咧，就係佢做總理嘅時間。咁啊，最有印象咧就係應該係當時咧有一套中央電視台嘅電視劇咧，就係播《雍正王朝》。咁知唔知點解咧？唔知。因為當時朱總理在位期間咧，佢最出名咧就係打貪官。咁佢曾經有一句名句咧，就話佢會準備100口嘅棺材，99口咧就俾貪官，最後一口俾邊個咧？俾自己。係啦，留俾自己。咁啊，因為咧佢自己嘅身世咧，由佢出世開始講起咧。佢1928年嘅時候咧，10月1號咧就出生於湖南嘅長沙縣金沙鎮一個地方咧，叫做唐波嘅地方。咁呢個唐波嘅朱氏咧，原來有段古嘅喎。佢咧嘅上祖咧係源自於明太祖朱元璋第18個仔，叫做朱弁嘅呢一個分支落嚟嘅。咁雖然話係佢嘅呢個家世顯赫啦，但係佢嘅身世就好坎坷嘅，因為喺佢出世之前咧，佢阿爸咧就已經因病過世。咁然後佢咧去到12歲嘅時候咧，佢阿媽咧亦都因病去世。所以佢當時咧喺打貪官嘅時候咧，佢好出名就嗰句，佢係孤兒嚟嘅，所以佢唔怕得罪人。咁啊，雖然父母雙亡啦，但係佢細個咧讀書就已經好叻㗎啦。咁啊，佢嘅嗰啲屋企人咧，即係嗰啲堂兄弟咧，就話佢咧細個6個字嚟形容佢咧，就係寡言少，愛讀書。咁所以咧，佢喺長沙咧讀書咧，讀到去高中咧，嗰陣時嗰間咧叫湖南第一中學。咁啊，根據呢啲歷史文獻揾翻出嚟咧，佢當時高考咧有11門嘅功課，當中有7課咧係滿分100分，所以平均分咧就96點幾，最終咧就考到去而家都係我哋中國嘅首屈一指嘅名校。清華大學。係啦，冇錯。佢入咗去清華咧就讀電機系嘅。咁啊，一入到清華之後咧，冇幾耐咧，佢就參與咗呢個中國共產黨嘅地下黨嘅工作。咁就加入咗呢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咁啊參與呢一個嘅地下工作，因為當時咧都仲未解放。咁啊去到1949年，我哋10月1號咧建立新中國。咁佢亦都喺1949年10月咧正式加入咧成為黨員。咁然後咧1951年咧，當佢畢業之後咧，佢就加入咗咧當時我哋成立嘅東北人民政府。咁1951年畢業之後咧，佢獲得清華大學嘅呢個電機製造嘅呢個專業資格之後咧，佢就參與工作啦。咁首先咧就去咗呢個東北人民政府嘅工業部，咁啊分配咗嗰度咧就去擔任呢個生產計劃嘅副主任。因為當時咧都仲係我哋啱啱建立新中國，準備開始呢個一帶計劃，所以所有嘅呢個東北咧，其實可以講係嗰陣時中國嘅重工業嘅中心。咁以佢電機專業嘅呢一個資格嚟講咧，就非常之適合啦。咁不過咧，去到1952年咧，因為呢個東北人民政府咧就已經撤銷咗啦，因為整個中國已經解放啦。咁所以咧嗰陣時就併咗入翻去中央。咁佢咧就去咗一個好重要嘅單位，喺計劃經濟當中咧，中央政府下邊咧有個叫做國家計劃委員會。咁呢個計劃委員會咧，可以話係即係計劃一切。即係如果用而家嘅説法咧，其實佢可以講得上咧，就係比而家嘅差唔多等於而家嘅國務院一樣。佢包括嘅範圍咧，涵蓋產業生產啦、勞工嘅薪金啦、仲有城市規劃啦、貿易合作啦等等不同領域咧，都係隸屬於呢一個嘅國家計劃委員會嘅。咁而佢一開始咧，因為佢係電機嘅專業啦，所以佢亦都係分配咗去咧去電力相關嘅組別。咁佢咧就去咗燃料動力局嗰度咧去做一個組長，咁啊專門咧就負責電力呢一方面。咁然後咧去到1957年咧，即係佢29歲嗰年咧，佢已經升任到去咧機械工業計劃局嘅綜合處嘅副處長。嗱，用而家嘅睇法咧，29歲做到副處長咧，應該係非常快嘅一個進步嚟嘅。咁不過咧喺1957年咧，當時嘅中國咧就開始大鳴大放。咁大鳴大放咧，佢可以批評政府講政府問題咧。後來咧好快咧就變成咗反右嘅呢個鬥爭。咁於是咧呢段時間咧，朱鎔基總理咧初時咧因為佢性格上咧非常之敢言。咁喺呢個國家計劃委員會當中咧，亦都有發表一啲言論啦，
好快咧就俾人扣上呢個右派嘅帽子。咁去到1958年1月咧，甚至乎咧係撤銷咗佢嘅黨籍，撤銷佢所有職務。不過人嘅單位咧就繼續留喺國家計委，冇幾耐咧就轉任咗去呢個幹部業餘學校咧去做老師。咁咧就教咩咧？教呢個數理化啊，做呢個後來再轉任咧就去咗做工程師。咁因為呢個年代嘅幹部咧，其實佢同當時好多中共嘅領導人一樣咧，喺文化大革命當中咧都係受到影響嘅。咁呢段時間咧，朱總理咧就1970年至75年咧喺文革期間咧就曾經咧就下放咗去集體農場嗰度咧就種菜養豬。咁去到75年嘅尾聲咧，文革終於進入尾聲嘅時候咧，佢亦都被重新咧調翻去中央嘅崗位，因為始終咧佢都係清華畢業嘅高材生嚟㗎嘛。咁佢又調翻去咧國家計委當中咧嘅石油工業部，亦都咧係做翻佢老本行咧，係同電力相關嘅。咁去到78年咧就正式咧就即係為呢個文革翻案嘅時候咧，就將佢呢個右派嘅帽子咧就撤除啦。咁隨之咧亦都即時咧恢復翻黨籍啦，並且咧就調咗去咧原本佢喺嗰個位置咧就國家經濟委員會當中嘅呢個燃料動力局咧去做一個正處長啦，就唔係副處長啦。咁但係呢個時間咧，其實同佢一開頭做副處長咧已經相隔咗接近20年嘅時間，佢都係冇升過任何職嘅。咁不過咧，當文革結束之後咧，朱總理嘅才華咧就再次被呢個中央所重視。咁尤其重視佢嗰個係邊個咧？上一代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冇錯啦，就係鄧小平。朱鎔基咧可以話係鄧小平政策改革開放政策嘅一個堅實嘅執行者。咁正正因為鄧小平重新上台咧，喺1978年咧，鄧小平就講過一句説話：實踐係檢驗真理嘅唯一標準。咁所以經歷咗文革嘅動盪之後咧，呢個時間嘅新中國咧百廢待興，因為蹉跎咗一段好長嘅歲月啦。咁朱鎔基總理咧作為喺經濟同埋呢個機械方面嘅專家咧，咁所以咧佢就重新進入中央嘅崗位。咁亦都因為咧得到鄧小平嘅賞識咧，1988年咧佢甚至乎咧就去到一個更高嘅位置，去到我哋中國嘅經濟中心咧做市長，即係邊度咧？上海。冇錯。咁而1988年咧開始咧，鄧小平其實有連續好多年嘅過年嘅春節咧，都係去咗上海嗰度度過嘅。咁而呢段時間咧，亦都正值係上海發展嘅高峰期。我哋而家見到嘅陸家嘴啦、浦東啦，其實咧全部都係由呢個時間開始密謀去開拓。咁而背後嘅奠基者咧，當然就係朱總理。咁去到1991年初咧，當時鄧小平再次去上海嘅時候咧，咁就將呢個朱鎔基咧就調翻去中央。咁然後由1991年開始咧，朱鎔基咧就正式擔任我哋中國嘅其中一位副總理。咁主要咧就係把握住經濟嘅命脈。咁而講到經濟上面咧，朱鎔基最大嘅貢獻咧，就不得不提咧，就係我哋而家中國一個非常之行之有效嘅分稅制。咁因為雖然講咧就喺1978年咧，我哋就改革開放啦，但係咧去到1980年代咧，尤其去到1989年左右咧，我哋呢個市場經濟嘅改革咧，就面對住一個停滯嘅局面。咁因為當時有好多不同嘅社會問題啦，同埋官倒等等嘅問題咧出現啦。咁所以嗰陣時咧，朱鎔基總理咧即係副總理咧接任嘅時候咧，佢面對住中國經濟咧，其實有好多嘅問題咧需要亟待佢去解決。咁包括咗咧就係呢個惡性嘅通貨膨脹啦，以及喺中國金融制度啦等等咧，都係未建立起上嚟。甚至乎咧，當時喺改革開放之後咧，有啲國企咧依然係面對虧損啦。咁嗰陣時咧，佢係即係呢個叫做當機立斷咧，去切斷對於呢啲虧損嘅國企咧不斷嘅貸款嘅。咁而去到1993年至1995年咧，佢更加咧係出任呢個中央嘅央行行長兼任嘅，即係由副總理兼任央行行長。咁當時咧佢最主要嘅功績咧就係改革咗我哋中國人民幣嘅呢個匯率制度。咁因為呢一套匯率制度咧，令到我哋並未完全開放之下咧，就成功抵禦咗咧1997年嘅金融風暴。因為97年金融風暴嘅時候咧，即係中國依然處於一個比較冇咁開放嘅情況底下咧，就能夠成功穩住。咁而頭先講到佢最大嘅功績咧，就不得不提到咧1994年所實行嘅分稅制改革。呢個分稅制嘅改革咧，就令到咧中央財政收入咧，基本上咧只有每年咧都保障喺55%至到50%左右。咁呢一樣嘢咧，亦都令到咧我哋今時今日咧見到我哋中國有機會咧可以做到中央委派
中央嘅資源去扶貧啦等等呢啲咧，其實都係來源於分稅制改革之後咧，稅收咧係直接上中央，咁然之後咧先至令到中央有呢個資源去調撥咧，去分配喺整個中國一啲比較落後嘅地方去支援，咁啊繼而咧就去支持我哋後來我哋而家見到嘅基建狂魔嘅方式，係大規模咁樣咧喺中央有財力之後咧就大規模實行呢個基建。去普及我哋一啲高速公路啦，咁啊當然當時未有高鐵嘅，即係喺朱鎔基在位期間我哋未有高鐵，但係高速公路嘅網絡啦已經開始逐步去落實。咁佢哋直至到1998年咧，時任69歲嘅時候咧，就接替李鵬咧就出任總理。咁我相信最近嘅新聞當中咧，大家都經常見到咧，就講到佢一共嚟香港咧有3次，同我哋香港有3次嘅呢個經歷。第一次咧就90年代初，應該係90年嘅時間。當時香港就未回歸嘅，咁佢係以上海嘅市長嘅身份咧，就嚟到香港咧出席同香港滬港之間嘅合作。第二次咧就去到97年回歸之後嘅10月，繼而最後一次咧就係2002年。當時咧香港經歷完呢一個嘅經濟嘅低谷之下咧，因為朱鎔基總理嚟到香港咧，亦都係提振咗經濟啦。咁啊喺呢個講話當中，亦都講咗好多中央支持香港嘅措施。咁其實喺佢整個嘅在位期間咧，中國咧其實一直都係準備緊踏入世貿嘅。中國踏入世貿咧係2001年嘅時間。咁嗰陣時咧正值就係佢做緊總理。咁其實中國想進入呢個整個世界貿易組織嘅呢個框架入邊咧，其實喺80年代已經開始洽談㗎啦。但係咧斷斷續續咗15年嘅時間咧，都仲未傾好嘅。咁嗰陣時咧，1999年嘅4月咧，朱總理咧當時佢就帶住咗一份咧有讓步嘅清單咧，就去到揾美國嘅克林頓嘅政府，咁啊同佢洽談，最終咧先至促成咗喺2001年嘅時候咧，我哋成功咧就加入世貿，正式咧中國咧就進入呢個全球化嘅呢個貿易圈子當中。咁亦都因為入世咧之後，對中國嚟講咧帶嚟巨大嘅經濟收益啦。咁啊之後我哋中國經濟咧可以話係不斷咁樣進步，咁啊時至今天咧就已經成為世界嘅第2大經濟體。呢一樣嘢咧都可以話咧同朱總理當時推動中國入世咧係有非常之大密切嘅關係。咁而香港民眾對於朱總理嘅睇法係點樣樣咧？呢個可以話咧係一個歷史上嘅高點嚟嘅。因為朱總理當時咧雖然佢只係在任總理咧5年嘅時間，咁但係咧佢個當時打貪嘅力度啦，雖然當時就未及而家習主席咧能夠喺制度上再做好多打貪啦，因為佢始終只係第2把交椅啦，國務院總理。咁但係佢嗰陣時嘅打貪力度啦，配合文宣啦，所以開頭所講嘅雍正王朝等等咧，呢一個咧都係對於即係老百姓咧係印象非常之深刻。可以話咧佢係喺香港本地市民當中咧聲譽非常之高嘅中國嘅領導人。咁啊，根據呢個香港民意研究所咧，2023年1月最後一次公佈咧兩岸政治人物民望榜當中咧，你估下邊個排第一？係2023年喎。朱鎔基。冇錯，朱鎔基當時咧雖然已經退休咗好多年啦，因為佢03年退休，但係咧喺呢個排行榜當中咧，佢係連續12年咧22次咧係登上呢個榜首。咁點解香港人對佢嘅印象咁好嘅咧？咁我哋要播翻佢當時嚟香港嘅講話嗰段片，點解可以令到大家對於佢嘅印象咁好？尤其喺當時咧喺第一任特區政府嘅時候咧，即係經濟上就種咗好多以前港英埋下嘅呢個地雷啦。咁然之後咧，佢嚟到香港提振嘅呢一段説話啦，或者呢一段禮賓府嘅講話咧，喺當中香港各大媒體咧第2日嘅頭版咧都係全部刊載。佢最後咧就講咗4個字：我愛香港。好，咁今日咧關於朱鎔基總理嘅故事咧就講到呢度。如果中意我哋段片嘅話咧，記得點讚、留言、撳埋個鈴鈴，下次個拜拜。拜拜。本來這個歌詞應該是用廣東話念啊，才押韻。但是我這個廣東話呢，又冇得，對不對啊？唔得，剛學的沒說好，沒學好。我想我們的感情總是共同的嘛。我念，
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势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让我们大家用艰苦努力写下那不朽湘江名句。我爱香港，谢谢。